早来寒天咯，除了爱穿好烧，嘛爱预防脑中风。卫福部的统计，脑血管疾病是国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4名。去年有12000多人因为脑血管的病症来死亡。国健署来提醒到333的原则，就是高血压、高血油、糖尿病3高的患者，比一般的人加出到3倍机会会来得到脑中风。若是出现到面歪、手软、讲话大舌，就要把握到黄金3点钟来赶紧来送病院。另外，这个国健署嘛甲台北医学团队来合作，互企业的员工穿中风的体验衫，亲身来体验到中风以后的生活。穿体验后提拐啊，行路变甲真慢，这全部拢是脑中风患者的日常生活。很卡，就是原本关节想要弯曲的时候，就发现没办法弯。行路无方便，更加严重的状况会影响到目睭。实在是因为脑血管疾病是台湾人10大死因的第4名，而且年龄层逐年拢在下降。致死率上面呢，在45到64岁的这个年轻族群，说中壮年族群，它的死亡原因是第3位哈。脑中风的主要原因就是三高，7成的人有高血压，3成的人有糖尿病，有2成1的病人有高血脂。不过安怎发现有这个镜头？国健署发明 FAST 考卷，身躯边的人的面或者是喙是歪的无对称，一边的手骨无法度压起来，要讲话却无法度讲出完整的字句，3点钟来赶紧上病院。中风血管塞住，你1分钟大概就快200万个脑细胞死亡，而且那个脑细胞死亡是不可逆的。医生嘛，甲民众提醒，莫食济盐、济油的物件，粉嘛要改改的，酒莫啉伤济，才袂得到脑中风。